恭喜你，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谢谢你。只要你想翱翔，我和公司会随时为你提供翅膀。今天你也算是达成所愿了，但我一直有一个愿望，还没有达成。没有达成的心愿，他该不会表白吧？阿田，我刚刚是在期待他表白。你喜欢玫瑰花？哪有女孩子不喜欢？您好，这是这位先生送给您的花。满天星，送我的。怎么，阿田你不喜欢满天星啊？可这应该是配花吧？没有啊，只是觉得刘总的品味一直都那么独特。阿田，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？为了你，我甘愿做配角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那个原来喜欢掌控一切的人。我愿意做你的配角。阿田，你知道蓝色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我携漫天星辰以赠你，仍觉得满天星辰不及你。他还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傲娇总裁吗？他真的愿意为我改变这么多？这个是之前在电影院本来想送你的礼物，结果却被一个不重要的路人甲打断了计划。这次就当作是送你的出国培训贺礼，你愿意接受吗？嗯。阿田，请你相信我，或许一开始我不是最合适的人，但是我会努力成为最对的那个人。阿田，这是你亲手做的呀？也不是什么贵重礼物，但是是零糖零脂粗纤维的，吃起来很健康。你尝尝。味道怎么样？幸福的味道。多吃点。这色泽，这香味儿，这形状，色香味俱全呐！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，可以瞬间让山珍海味黯然失色？
半个小时了，你把我叫过来，就是为了让我听你夸这盒饼干。不然呢？这是阿田亲手为我做的，你作为我的好朋友，当然要亲眼见证，这样才有仪式感。只可静观，谢绝品尝。我给你个建议啊，我建议你把这盒饼干做成标本，陈列起来，以示展览。好主意啊！一盒饼干就吃成傻白甜，太丢脸了吧？你说话这么毒舌，跟单小姐聊天的时候不会把天聊死吗？她说工作很忙，没时间看手机。哼，这理由你也信？当然。倒是你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异地恋可是感情的头号杀手。你和田小姐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就不怕她在培训班遇到一个英俊潇洒又有才华的帅哥？毕竟他们才有共同语言。我已凭一己之力，成功拉高了阿田的择偶标准。现在的我已经开始跟阿田同频了。同频你懂吗？就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，慢慢的走到了一起。但是你想过没有啊？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慢慢的走到一起，短暂的相交之后会越走越远。哼。唐特助，刘总，有个紧急的事情跟您报告一下。唐特助，淡定一点。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连我最起码的沉稳都没有学习到。我刚得到消息，罗茨先生是此次潮玩培训班的特邀讲师。什么？我发现你这个人不仅毒舌，你还玉原地是吗？闭嘴吧你！这本书能送给我吗？奇怪，好久没有做车祸的噩梦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从小玩到大，一直都是铁杆。一定是我回头听错了。跑步3月，张嘴3天，你不就失个恋吗？至于把自己肥死啊？你别动手动脚。我这可是为你好啊！我要去健身房了。我和你一起。不用了，我约了姐妹一起，你去不太方便。你什么时候有姐妹了？之前陪你健身的，不都只是我吗？刘总，您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昨天晚上有些失眠，空调开太大，感冒了。今天我不去公司了，你把要处理的文件送到家里来。刘总，您失眠是因为田助理出国培训，讲师是罗子吗？你工作不饱和吗？我这就去饱和。哎呀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！电话里火力都这么猛，见面了岂不撞枪口上？哎，早啊，唐特助。早啊，田助理，来的真是时候。啊？
刘总，你都生病了，偶像包袱不要太重。你怎么来了？唐特助呢？唐特助说你感冒了，我来看看你，顺便送个文件过来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收拾一下自己。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这样，有种颓废的凌乱美。真的？当然是假的，你还生着病呢，不要因为我来特地折腾。就这么一会儿，你就旧貌换新颜了？我无需太多修饰，生着病，也可以帅得很天然。对，刘总一直帅得很天然。来，把药喝了。阿田，我的漫天星辰和定情信物你都收了，你的爱心小饼干我也吃过，你还生疏的叫我刘总。那我不叫你刘总，叫你什么？我都已经习惯了。你可以叫我欧巴，或者哈尼。太酸了，我可叫不出口。那好吧，那你先把药喝了。太烫了，我不喝。那我去给你兑点温水。那太凉了，我不喝。你到底喝不喝？我生病了，女朋友还凶我，还叫我刘总，我怎么喝得下呀？我善意的提示你一下，你还只是试用期。试用期男友也是准男友。好吧，那以后我叫你西来，但是在公司我还是要叫你刘总。既然你已经吃完药了，我就回公司了，不打扰你办公了。阿田，我到现在还空腹呢，你就让我办公，好狠的心啊！他这样撒娇还有点可爱。那好吧，那我就给你做早餐。起来，你的营养100%早餐。坐下，陪我一起吃。真希望时间能暂停在这一刻，你不用出国。别跑太快，对膝盖不好。多喝点水，及时补充水分。你怎么又跟过来了？你这么闲的吗？看在你失恋伤心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
说吧，是想要逛街还是看画展？我这工具人随你使唤。我哪里失恋哪里伤心了？我还不是因为你。我跑够了，我先回画室了。失恋归失恋，躲着我干嘛呀？还是不舒服吗？但是好像已经退烧了。退烧了就算好了吗？退烧了你就可以走了吗？退烧了你就可以不负责任了吗？退烧了，好，我留下。那需要我做什么？你陪我聊聊天吧。你想聊天？这个你应该很熟悉，这个是咱们公司研发的新一代 AI 玩具，既可以满足你随时想说话的欲望，还可以陪唱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钱小姐想要聊天吗？那可以跟我们公司新研发的智能 AI 机器人好好聊一聊，它可以满足你所有说话的欲望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呀？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哎呀，阿田，我头好像更疼了，不想聊天了。哎。你不是头疼吗？确定要看电视吗？看电视是转移注意力的最好方式。成，那看什么？就这部吧。扑通扑通，喜欢你。你一个霸总，居然看这个！好，看，你证明了你说法。不如我们换一个吧。阿田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真情流露，就是会情不自禁吻自己喜欢的人。那快进一下。现在的电视真是少儿不宜，不看了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可是，我们不是少儿啊。啊？你摘手表干嘛？手腕有些紧。你解衣服干嘛？有点热啊。你现在在干嘛？你还生着病呢。阿田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什么话？你能不能留下来，不
去处。Lucky lucky lucky lucky， 做你的 lucky lucky 的手机 lucky lucky lucky， 做你的手机 lucky lucky lucky。这个海王还真是会卡点搞破坏。喂，学长，我机票还没有订，你先选你的座位吧。我不想给你自由了，我这不是亲手把阿田送到敌方阵营吗？3个月，该发生的、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阿天，我心塞，我难受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坐，刚刚不还挺好的吗？是感冒加重了吗？我现在头晕目眩，如遭雷劈啊！头晕目眩，不会是晕红症犯了吧？嗯。现在还晕吗？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还好。我一想到你要离开，我就胸闷的难以呼吸。是不是晕红症真的复发了？怎么好端端的就复发了呢？他误会了，晕红症？难道这就是天意？学妹，我们都选这趟航班怎么样？坐一起还能相互照顾一下。照顾？我的女人干嘛要你照顾？阿天，我感觉我离不开你了。我觉得现在整个屋子里全是红色的，天旋地转。你的晕红症好像更严重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带你去见李医生。李环，不用了吧？我有你就好。李医生，他现在看什么都是红色的，是不是他的晕红症升级了？升级？啊，那个升不升级呢？还是要等我给他进一步检查之后才知道。田小姐，麻烦你先在外面等一下。为了留住田小姐，这种招你都想得出来？我不是有意要骗他的，是阿田先误会我晕红症复发，我只是选择了不解释。可是，田小姐，她不是很想出国参加培训吗？出国培训每年都有，但是阿田跟罗兹他们2个孤男寡女相依相伴，在国外待3个月，我就不一定有机会了呀。这件事情比较特殊，我很难配合你演戏。兄弟，我的幸福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呢。那你直接告诉田小姐，不希望她和罗先生一起出国不就好了？我说不出口，况且，把我和罗茨那个花拳绣腿放在一道选择里去选，我不同意，都是我去选别人。更何况，我要是被拒绝了怎么办？没想到啊，
向来自负到无敌的柳熙来，也有如此不自信的时候。我是不想浪费上天给我的机会，我一定要把车门焊死，绝不让阿田下车。等我男朋友的身份转正，我就花重金请业内精英给阿田开小灶。田小姐，进来吧。李医生，怎么样？难道很严重吗？西来这个晕红症啊，本来就是心因性的。这个作为朋友呢，我是很感谢你的出现，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了啊。更重要的是，让他变得像一个正常人。你这怎么听起来好像不太乐观啊？我不清楚你们之前有什么渊源啊，但是你确实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打破他心结的人。这一次呢，也是心理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你的某些变动啊，让他安全感消失了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因为我的变动啊，田小姐啊，还是那句话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西来的心病呢，还需要你细心观察。阿田，李医生的意思是，陪伴就是治愈。我需要你多多陪伴在我身边，观察治疗，是吧，李医生？好，或者呢，你可以找到他恐惧的真相，带他直面恐惧，打开心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在善意的帮你和田小姐加速治疗进程。直面恐惧。李医生，我懂了。哪里？你懂了？那个盘子的碎饼干你随便吃。姐妹，你也太厚此薄彼了吧？感情我就配吃边角料啊？谁那么大面子能尝到你亲手做的饼干？如实招来，是不是你的罗茨学长？不是，是给刘。等等，你给他烤饼干 ？Why？ 他为难你了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那是怎样？你喜欢上那个病娇总裁了？澄清一下啊，他是有腹肌的男人，无病娇。你居然帮他说话，50%的概率你喜欢上那个奇葩了。Rose， 你别总奇葩奇葩的叫他，他只是智商高，跟我们这些凡人的脑回路不一样罢了。完了，100%，他的相亲刺激法成功了。来，再解释一下啊，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追女孩子，被唐特助忽悠去相亲，而且他已经向我道歉了。吐槽他的是你，维护他的还是你，你这变得也太快了，我都不知道该相信哪个了。姐妹，你确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？当然，但是人总是会改变的。霸总走下神坛，也可以变得很邻家。我们要放下偏见。我算是见识到了，道系少女一旦怀春，也会变得很温柔。西来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西瓜汁、火龙果汁、草莓汁和山楂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谨遵医嘱，直面你的恐惧。造孽呀！别怕，有我在。那我们先喝这个吧，这个是西瓜汁。阿田亲手榨的果汁 ，double sweet。来杯猛的，这个是草莓汁。
这个有点酸。山楂汁，这个开胃。乖。阿田，我好撑啊！你要配合我，才能快点治好晕红症。乖。真是要命，喝不动了呀！你快脱下来，一会儿该洗不掉了。你等一下，你直接脱呀！不是你叫我脱的吗？他害羞的样子好可爱。那我也没让你当着我的面脱呀，你快穿上。你到底是让我脱下来，还是穿上啊？你随意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是。你先把衣服穿上，不然该感冒了。我们今天治疗先到这儿吧。被我完美的身材杀到了吧？阿田，这么晚回来是给你家病家搬砖去了，还是给你家大郎喂药去了？哎呀，好好说话。不过他最近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又病又娇，口味还挺。啊？他生病就去治病，你又不是医生，留下来有什么用？他这属于心病，不是单靠医生就能治愈的。哎呀，一两句跟你也解释不清楚。总之，他的病我能帮上忙。那你培训完回来再陪他治疗不行吗？这可是你梦寐以求的机会，因为他就放弃了。可是，他这3个月怎么办呀？那没遇到你之前，他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就难以自理了？这不是遇到我了吗？何况他现在病情又恶化了，有些依赖我也属于人之常情嘛。是不是人之常情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我的姐妹动了情。这样，2天没联系我，这都破纪录了，该不会偷偷躲着伤心的吧？喂，有事说事，没事挂了。以我出气筒的自觉啊，早就料到你现在一开口就是机关枪的威力。你别贫了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周末我陪你游泳散散心。我不去。必须到，不然啊，我就告诉你西来哥，他的文妹妹表白失败，自暴自弃。柳溪照，哎，有我在，我就不信治不好你的失恋后遗症。你这是格式化一下你昨天对我的印象。谁会想到你脱衣服呀？不是你想的那一场，是昨天早上开门那一场。什么？哦，原来阿田在想着我的胸肌啊，这个可以用。你正经点儿。阿田，在你的治疗之下，我的病情好转，今天我可以上班了。
啊？你确定？如果我再不上班的话，唐特助要得抑郁症了，我的胃也快吃不消了。刘总，你可回来了！刘总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等一下，阿田，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西来。谢谢刘总的指教，我会好好工作的。女人呢，脸色堪比晴雨表。我什么时候才能被公开承认呢？刘总和田助理是有什么新进展我没有更新到吗？唐特助，我不在的这几天，你的公务处理完了吗？我觉得这儿，然后还有这儿，还需要改一下。行。甜甜，总监交代了，你走之前把手头的工作整理一下，交接给我就好。知道了。不想办法治好他的病，我怎么能放心离开？唐特助，这份数据有问题，回头找财务部核实一下。好的，刘总，您已经忙了一上午了，后面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。您感冒刚好，要不休息一下？只有早点做完，才能早点下班，跟阿田约会。刘总，我是来汇报工作的。啊，哈哈。其实我是来送温暖的。BBQ， 唐特助，今天的墨镜是不是有些问题啊？要不然看见红色怎么还会晕呢？谁知道？是不是又严重了？要不要休息一下呀？阿田，可能以后我都离不开你了，只能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了。只是治疗而已，不要说那么土味的情话。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啊！还是没躲过去。阿田，真是有心了，上班时间都不忘给我带果汁。这是我趁午休特地给你榨的。今天也要全部喝完哦。上帝一个，自损800。阿田，最近的治疗方案让我觉得压力很大。良药苦口嘛。你把这个喝了，我周末带你去一个又好玩又解压的地方。柳西照，你出息了，还敢威胁我？松手，松手，疼！你没跟西来哥乱说吧？没有，快点松手！到底有没有？柳西照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没有涂防水粉底。
柳夕照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只是想把你的悲伤宣泄出来。谁说我伤心了？你不要自以为你很了解我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个弟弟。喂，你明明就比我大1岁。大1岁，我也是你姐姐，你别成天胡思乱想。那天你都听到了吧？所以你是知道了我的心意，这些天才这么躲着我。好，很好，我明白了，就当我越界了。你怎么就说漏嘴了呢？阿田，这就是你说的好玩又解压的地方？嗯。天哪！走，我有点恐高。西来，你要是害怕，就把眼睛闭起来，别往下看。既然都来了，你眼中的风景，我也要看一遍。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了？现在的你，让人更想接近，更容易触碰。你听说过吗？在摩天轮的最高点许愿，愿望就一定会实现。哎，现在就刚刚好。我似乎感受到了这项娱乐设施的存在意义。什么意义？和喜欢的人一起慢慢的跨越整片天空。许什么愿了？当然是希望你的病能快点好起来，以后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我是不是玩的有点大呀？为什么你不许愿啊？我并不相信许愿这件事情。我的人生信条是：想得到的，靠自己实现。拼尽全力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。但是现在，我居然开始害怕输。以前我从未觉得有什么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之外，现在却对有些事情的后果无法预知。在我看来，许愿的意义其实就是要我们坚信，那些期望的未来终会实现。你总能给我信心。好，我试一次。也许我的愿望很自私，但我希望阿田能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。你许了什么愿望呀？这是个秘密，时机到了呢，我就告诉你。切，真小气，我的愿望都告诉你了。对了，上一次你的晕红症是怎么好的？你还记得吗？或许我们可以按照上一次的方式再试一下。
是不是在套我？可是我为什么有点期待呢？吻额头？真的假的？别开玩笑。当然是真的了。上次就是你吻过我额头后，病就好了。要不，我们试试？那我开始了。还晕吗？还晕。还晕？我就说这个方法肯定没用。阿田，可能是我这一次的病情比较严重，吻额头力度不够。什么叫力度不够？你早知道治疗这么美好，我就应该早点跳过之前那些没有必要的环节。可是，不是应该吻额头吗？刚才吻额头不是没有用吗？那亲这里就有用啊。刚才太投入了，没有什么实际感受。要不然再来一次。这么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治疗的事明天再说吧。这都几点了？你干脆住滨江总裁家算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俩没到那一步。不对劲儿啊，姐妹，你俩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是不是进阶了？哎呀，什么进阶呀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Rosa， 今天晚上是提交出国培训资料的截止日期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给总监发消息说我放弃这次机会，你会意外吗？如果是因为你们家刘总的话，那我半点都不意外。为什么？你喜欢那病娇霸总的心已经无所遁形了。虽然谈恋爱没有搞事业性，但是一想到你能结束母胎单身，陷入甜甜的恋爱，我还是很为你高兴的。Rose， 你真好。哎呀，只要是你的选择，无论事业还是爱情，我都支持你。阿田，明天周末，你来我家一起吃饭吧。好的。还是转正男友香啊。一直欺骗阿田，我内心好不安呢。就趁今天，找个愉悦的时机，跟阿田坦白。
阿田，你今天真好看，尤其这条项链，跟你很配。是吗？我等你好久了，满心期待你对我的质量。先切个水果吧，给你榨个水果汁。阿田，其实你可以不用忙东忙西的，只需要负责我的治疗就好了。你这个家伙，是病行凶还上瘾啊！啊！怎么了？切到手了？还好伤口不深，我去拿药箱。等一下，阿田。阿田，我接个电话，水果等会儿我来切。他看到红色怎么不晕了？难道病好了？太好了，一定是我的治疗起效果了。我知道，我本来就打算这2天跟他坦白的，但是我没有找到时机不晕红啊。不对，我刚才见红了，我没有反应，我好像暴露了。我坦白、暴露、不晕红，你的晕红症根本就没有复发。阿田，我本来想着这2天就跟你坦白的，我只是……阿田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担心你晕红症会遇到危险，我担心你躲在墨镜下没有安全感，我生怕我自己不能及时赶到给你支援，我甚至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培训名额。可是，我现在觉得，我的这些关系就是个笑话，我就是全世界最好骗的傻瓜。阿田，你冷静一下，听我讲。我是因为……不管因为什么，你明明知道这次培训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却这样欺骗我，套路我，我不能接受。阿田，是因为罗茨。当我知道这次培训他是讲师，而且你们还要结伴同行的时候，我特别不安，甚至失眠。你那么崇拜他，我害怕你们朝夕相处3个月，我会失去你。所以你就装病？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的想法，你就以这种自以为是的方式把我留在你的身边。你知不知道，2个人相处最重要的憨豆豆关机。我在吗？为什么你会比同龄人老得快？
长得好看的人都是因为脾好。不是说医生每天都很忙吗？为什么每天定时定点定量的给我发这些无聊的文章呢？夏小姐，我每天发的文章你都看了吗？别客气，虽然我们工作上没有共同话题，但我们可以一起聊聊养生，谈谈人生哲学。这是哪个年代的尬聊套路啊！我的天哪！阿田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我这次来，是因为在最终确定的培训名单里面没有看到你的名字。我错过了这次培训。能问下，是公司的原因，还是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吗？是个误会。我知道，你很重视这次的培训。作为特邀讲师，我可以带一名助教前去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随我前行。谢谢学长。但如果我以助教的方式去参加，是不是就要放弃现在的工作了？一份工作而已，学妹，你如果想做潮玩，我工作室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谢谢你，学长，你一直这么关照我，我却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。你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，因为你不用急于拒绝我，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考虑。毕竟心动只是一时的，而两个人长远走下去，需要两个人的默契。我下周5的航班，是去是留，我等你消息。我会回去想清楚，然后给你答复。阿田，你答复他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会竭尽所能弥补你。如果你想去参加培训，我会为你再添加一个名额。我不需要你的弥补。学妹似乎不想被你打扰。这是我和阿田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干涉。还有你，又来找阿田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你让他实现的愿望，我会帮他实现。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别跑太快，对膝盖不好。多喝点水，及时补充水分。我怎么满脑子都是他呀？天子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浑身不自在。不在身边，就浑身不自在。好像每次我开心或是不开心，
在我身边的总是他。我谈一场1000万级的生意，易如反掌，让一个破产公司起死回生，轻而易举。怎么就在感情这方面溃不成军呢？现在这种局面呀，送你2个字：活该。你还是我兄弟吗？你不仅不安慰我，你还说风凉话。当初你要装病，我就告诉你不妥不妥，你听吗？你不听。现在好了，报应来了。我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。他现在完全不理我。唐特助，刘总，公司1年1度的团建开始了，您参加吗？团建，你们去吧，不要烦我。公司团建，设计部不参加？各部门会分批进行。怎么了？这种非正式场合，大家心情放松，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难道你不应该抓住机会找田小姐道个歉，请求个原谅，然后重归于好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李怀，李军师 ，help me。刘总，你看看这套方案，吃饭、K 歌、打麻将，一条龙服务，非常的接地气。俗。那您看这个，真人 CS 剧本杀、密室逃脱，紧张刺激有活力。幼稚。你看看第3套方案，海边度假村，阳光、沙滩、满天的星星，有情调。就它了。啊。海边度假风，休闲且浪漫。刘总，您关于这次的团建人员和流程安排有什么指示？各部门分批进行。为了奖励设计部为萌宠系列做出的贡献，特批允许带朋友。告诉赵长，带上线线。我有2个特邀朋友。您的意思是您只参加设计部的团建是吧？你觉得我有时间全部参加吗？啊，明白。设计部我会着重安排的。记住，一条宗旨：活跃气氛，放松心情，拉近距离。刘总放心，我保证这次团建之后，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最好是。好舒服啊！太美了！过去，Rose啊，我给你拍张照。好。甜甜，这太晒了，把伞拿着吧。不必了。我有预感，偶像剧里面追妻火葬场的桥段马上就要。刘总找这个团建的地方真的是太好了啊，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哎，那有个观音，咱俩过去看一眼。快，走。刘总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参加设计部的团建了。放心，我一定筑垒成功。你就算了吧。相信我，在这么轻松浪漫的氛围里，肯定会成功的。我的追妻之路就交给你了，李军师。李军师，我下岗了吗？不愧是千盛集团的团建啊，这规格，这气派，不得不夸一句，你们家刘总审美还真挺在线的。Rose 小姐，请你注意你的立场。谁家刘总？明白，姐妹这次来绝对不是贪图享乐的，而是带着任务的。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总之，对你百利而无一害。喂，我已经在等着了，你多久到？马上。谁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嘿，不告诉你。
那边那个小木屋好好看，我去逛一逛啊。哎，赵赵，这海水这么冷，你游这么大半天的，感冒了怎么办啊？找我有事儿啊？你带相机了没啊？我这几天想让你多帮我拍几张照片。我拍照技术不好，找别人吧。不高兴，你给我站住！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希来哥让你前一天就来接我，你提前一天到了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呀？提前来安排团建房间。哎，骗人！那是唐特助的活，你休想骗我，你也别想躲着我。赵赵，哎，柳熙照，我帽子掉了，你帮我捡一下呗。哎，柳熙照，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听不见我说话是不是啊？哎，给我站住！柳熙照，站住，别跑！怎么又遇到一对暴雷呀？吃瓜吃到吐，也就我俩了。我原以为吧，只是单纯的团建，这现在看来形势复杂。咱们要不换个地儿？走吧，你先挪。你先来。你挪。那个，我微信上跟你说的我兄弟和你闺蜜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废话，不愿意会出现在这儿。啊，为了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，你必须完成主攻使命。复议，生命不息，主攻不止。那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太晒了。是啊，热死了。这怎么又遇到一对情侣啊？误会，我们就是朋友关系，朋友圈都不点赞的那种。单小姐，朋友圈我还是会给你点赞。别抖了，那个打扰了啊，你们继续。哦，不是，哎，真是误会。你看他们两个，表面上打情骂俏，实则暗送秋波，磕到了。都怪。单小姐，你要这么想啊，误会我们谈恋爱，总比偷听到我们密谋要好吧？要不是为了阿田的幸福，我才不想跟你有更多的交集。是，为了你兄弟和我闺蜜的幸福，这点牺牲算什么？拜托，是你兄弟我闺蜜。你兄弟我闺蜜，没错呀。你兄弟我闺蜜。哦，对，我兄弟。柳熙照，你不许这么对我！你给我站住！哎，臭美，沙滩上还装高跟鞋。你发烧了吗？怎么那么烫？幸亏我带了退烧药，跟我走。走啊！生病了不许闹脾气啊！等一下，我来拿。喂 ，Rose， 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里啊？好你个 Rose， 什么时候变成内鬼了？阿田，刘总，我没心情再看你表演套路了。阿田，对不起，我这次真的没有套路。我是真心想弥补的。我之前看待事情的角度有些自私，这是我争取到巴黎设计师爱丽丝的国际交流课，希望你可以收下。我不需要你的弥补。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呀？我希望你离我远一点。阿田，我做不到，我就是因为做不到远离你，所以我才犯下这样的错误的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支持你的梦想，只不过这一次，我很害怕失去你。在我的人生里面，你是单选题，但是在你的人生里，我却不是。你怎么知道你不是？所以说，我也是你的唯一选项。
你原谅我了？没有，我在你这缺乏最基本的信任。那是因为你太过美好，所以我都不信任我自己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可以胸口碎大石、冰桶挑战、跳海，什么惩罚我都接受。我才没你那么奇葩的脑回路呢。我才不原谅你呢！吃完药好好睡一觉，保证你明天起来活蹦乱跳的。你笑什么？想当初都是你发烧，我照顾你，真是风水轮流转了。是啊，想当初某些人成天围着我转，现在可倒好，倒学会和我摆酷拿胶了。你看看你，没一点诚意啊！你生病的时候我是怎么照顾你的？那我再按照你之前的方式来一套，你是不是就不生我气啦？看你表现吧。哦，你真想噎死我吗？我之前生病的时候有你这么挑剔吗？你之前生病的时候，无论说什么，我都说对。我之前生病的时候，你帮我打游戏上分，我也来帮你。大姐，你放过我吧，你水平多菜心里没点数吗？你叫谁大姐呢？你之前可都叫我公主呢。不是上次你说的吗？大1岁也是我姐好吗？你生病了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手机拿来。不给。所以，在你心里，我还是弟弟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去看看晚餐好了没？你好好休息。还胸口碎大石，这都能想得出来。还有Rose那小叛徒，什么时候叛变投敌的？今天星期4，天哪！学长还等着我回复呢。学长，感谢你帮我争取了这么宝贵的助教机会，更谢谢你能喜欢我。但是对不起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想留在他身边。其实，我早就猜到答案了，只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感情影响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。学长放心，我会一直努力下去的，不会因为感情而迷失方向，而是为了对方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我们终会在国际设计展上重逢。期待再会。各位，首先我们让刘总为我们指示一下。唐特助，不要把工作习惯带到休息的时候，娱乐时间大家就应该自在一点。大家干杯！干杯！要不咱们玩个游戏吧？
真心话大考验怎么样？那我们就坐得临近的分一组，刘总和甜甜，刘副总和温小姐，李先生和单小姐，狗哥和江江，小王和文文，小谷和我。恭喜各位成为搭档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分组这么草率的吗？你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呢？这个分组那是用心良苦。这次的真心话大考验，2位搭档如果回答的不一致，或者有一方没回答，就算输，要自罚1杯。那我们游戏开始。你们喜欢的人在场吗？在。哎，他生病了，我替他喝。从来都是羡羡喝酒，赵赵阻拦，今天反过来了。OK， 我们开始第2局。我想想啊，偶像和恋人同时掉进水里，你们先救谁？偶像，你为什么不救我啊？刘总，麻烦你不要带入不属于你自己的人设。我既不是恋人，又不是偶像，看来我不是双选题，我还是个3选题。那个刘总，愿赌服输，要不喝了吧？躺住，继续。啊。那我就说点劲爆的。你们第一次和喜欢的人接吻，谁先主动？好像是你吧？那是意外，而且是亲额头，接吻的明明是你。救命，好尴尬。那我们再来一局。我还能喝。你还能喝。我还能再喝你10个，10个。怎么哪里都有你啊？现实有你，梦里还有你。很巧啊，我也是。讨厌，都怪你长得这么好看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我跟罗茨掉到水里，你还是不救我？你笨啊！他不会游泳，你会。好，那咱们俩玩个游戏。你要是赢了呢，你就亲我一下；我要是赢了呢，我就亲你一下。好啊，什么游戏？咱们就比谁的优点多。那我肯定赢了，我的优点跟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你的优点太难找了。好，你赢了。生命因你而多彩，深夜灿烂。
你耍赖，明明是我赢了，应该我亲你。当岁月的挽留为守候停留，有些单纯的笑脸萦绕的思念，融化在指尖，烤了火了，照亮了我的色彩。你的脸庞是我永远的依赖，让我拥有你的爱。深夜灿烂繁星飘落，此生的告白，心里隐埋了。他还说与我同频，为我考虑，可到头来，他还是那个独断专行的家伙。他要是没有安全感，可以跟我说呀，居然用这种方式骗我。走，揍他一顿去！手撕渣男，我最在行了。不要，我现在不想看见他，我只想喝酒。喝。今日份语文与送达，你喜欢哪些类型？以后多发一点。发，你就知道发，忍你很久了。不是修身养性，就是健康养生。你是觉得我没内涵，还是内涵我年纪大？我是好心。我看你是没安好心。你兄弟欺负我闺蜜，你居然还敢来恶心我，惹急了姐，连你一起收拾。一起收拾，就是。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，一直没解开啊？总之，以后别再让我看你们，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。Rose， 这个时候还好有你在我身边。以后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在你身边。